第一部，奇異的盲者和指接的猴子。天氣悶到死，太陽猛到似要食人。我坐喺寫字樓間辦公室，望住樓下條街，成條街都係人趕路。大城市就係咁，個個似欠銀行錢咁，時間永遠唔夠用。但呢幾個月，我係例外。由巴斯契亞返嚟之後，我成日都想將嗰件事徹底抹走，但點抹得甩？一合眼就見到黎明梅，佢伴住嗰朵鑽石花，長眠地下，結束咗傳奇性嘅一生。直到呢個月，我先至打起少少精神，每朝都返公司坐一坐。我間出入口公司有間私人辦公室，我真係淨係坐下，因為出入口生意我一竅不通，全部交俾經理搞亂。呢日我正望街發呆，桌上傳話機突然響起，女秘書蔡小姐把聲傳過嚟：喂先生，有客揾你。客？我反問，我冇約過人啊。我而家只想一個人靜下，所以什麼應酬都推晒，點會約人嚟公司？喂先生，你係冇約，但嗰位客話非見你不可。好啦，我諗咗諗，係咩樣人？係一個，應該係兩個。蔡小姐把聲好猶豫。蔡小姐，今日收到幾多封情書啊？我同佢開玩笑。蔡小姐係整棟大廈出名靚女，由已婚到未婚，個個都以約到佢食飯為榮。佢講到咁含糊，連一個定兩個都分唔清，八成又係俾人追到頭暈。我即刻話，請佢哋入嚟啦，全部入嚟。究竟幾多個啊？我開始有少少唔耐煩。喂先生，揾你嘅只得一個，但我驚佢哋兩個一齊衝入嚟。蔡小姐講到語無倫次。嗰一刻，我即刻警覺，會唔會有人威脅佢？我沉聲話，一齊入嚟。決定之後，我即刻熄咪，開抽屜取出支象牙柄手槍。順手一按，桌上塊防彈玻璃即刻豎起，擋喺我面前。呢塊唔碎玻璃擋得住.45近距離射擊，上次救過我一命。蔡小姐把聲聽落真係有啲怪，我即刻提高警惕。準備好未夠幾秒，門就卜卜響，我沉聲話，入嚟。門柄一扭，門推開，我即刻整個人繃緊。但一睇清，我即刻面燙晒，尷尬到想搵條地縫轉落去。我呢排神經病咁緊張，搞亂晒。入嚟嘅根本唔係黑社會，而係解釋晒點解蔡小姐講到咁亂。兩個人之中，一個係盲髀。冇人帶路佢點行得入嚟？嗰個盲髀係個老人，60幾歲，着一身雪白唐裝，手拎條雕工超精緻、雙象牙頭嘅拐杖，上衣帶露條金標鏈，仲有塊翡翠墜，睇得出係有錢人。佢除晒副黑太陽鏡，我即刻見到佢對眼係盲嘅。帶佢入嚟嘅係個着校服、12、13歲嘅細路女。見到係呢對，我即刻將防彈玻璃放反低，抽屜都關埋。但我又即刻奇怪，呢個老頭揾我做乜？佢入嚟，拐杖向前探一探，行前一步。我欠身話，請坐請坐。佢坐低。從袋摸張卡片出嚟，俾細路女，細路女再俾我。我睇一眼，于庭文3個字，冇印象，聽都未聽過。
我再打量佢，嘴上客套，心入面亂猜佢葫蘆賣乜藥。我咁緊張其實唔無道理。由科西嘉返嚟，我除咗一身淒涼，什麼都冇撈到，但外面一班亡命之徒以為我揾到隆美爾寶藏，成日上嚟分杯羹。呢班人真係隨時拔槍開火。客套兩句，我單刀直入：于先生，你揾我，到底有咩事？于庭文望住我聲音方向，雖然佢根本睇唔到，慢條斯理話：有筆大買賣，想揾你傾。我即刻話：于先生，你揾錯人啦，買賣你要揾經理。于庭文突然大笑，笑聲宏亮到震耳，我條神經又即刻繃緊。佢笑足成分鐘，先至停，話：喂老弟，呢筆買賣，得你同我兩個先做得成。佢突然改口叫我老弟，我心頭一震，知道呢個唔係普通人。我暗串串按咗台面另一個掣，超高級錄音機即刻開工。我笑笑，相信于庭文一定係假名，話：于先生，你既係揾我，應該知我有時雖然唔太守法，但都只係懲治啲法律搞唔掂嘅垃圾，太過火嘅事，我絕對唔做。于庭文唔即刻答，轉頭同身邊個細路女講：俾支煙我。細路女從茶几煙盒拎支煙出嚟，佢接過，點火，深深吸一口，先至話：喂老弟，完全唔使犯法。哦，真嘅，我懶洋洋咁回。佢突然前傾，聲音急起來，係一大批金條、各國紙幣，仲有好多好多，呢啲全部係無主嘅。私底下我哋可以。我唔等佢講完，大聲截住：唔得！佢整個人一呆。我即刻補一句：又係乜寶藏啊？于先生，唔好意思，我有事先失陪。于庭文即刻企起身，呆咗一陣，像自言自語：我揾錯人。經歷過隆美爾寶藏嗰場噩夢之後，而家只要有人同我講寶藏兩個字，我一定黑面逐客。于庭文把聲微微震，膠東口音更重：老弟，你連聽都不想聽。對唔住，真係唔想聽。佢嘆咗口氣，好，轉身就走，冇再多留一秒。佢走咗之後，我播咗2次錄音，播到第3次，突然心頭一震，因為我聽得出佢最後嗰句好，除咗失望，仲有強烈嘅恐懼。我即刻打電話俾公司一個後生仔郭則清，佢超醒目，一心想做偵探。我一接通就話：小郭，係我，啱啱走嘅嗰老一少，你見到未？梗係見到啦，嗰個老頭好似退休財閥，但手操到似做過苦力，而且我唔等佢分析晒，好，即刻去跟蹤佢，唔好俾佢發現。小郭興奮到飛起，得令。我收線，從窗望出去，見于庭文同嗰個細路女已經過咗對面馬路，企咗一陣好似冇晒方向，之後慢慢行。小郭即刻貼實跟住，3個身影好快就沒入人潮。我打咗個呵欠，坐反低，心諗完咗一單。過咗一陣，我出辦公室，跟蔡小姐講，小郭返嚟揾我，叫佢打屋企電話俾我。蔡小姐面紅紅咁點頭，真係靚到全大廈男人都為佢癲。我好快就返到屋企，同3個老友開牌。
我已經將于庭文件事忘記晒。打完牌睇錶，已經差唔多5點，小國仲未打嚟。我打返公司，話佢未返。我即刻覺得唔對路。兩個可能性：一，于庭文係財迷瘋子，講嘅全部廢話；二，佢講嘅係真。我派小國去跟蹤，當時覺得係第一種。而家睇嚟，我錯晒，我將小國推入火坑。我開始擔心，擔心得越來越勁，直到半夜12點，電話終於震到似地震。我由床彈起身，搶聽筒，小國，唔係小國，小國出事，係經理把聲。我嚇到彈起，佢點啊？而家喺邊？喺醫院，重傷。你快嚟！老天，我唔及換衫，瞓衣外披件雨衣，衝出門。外面落緊大雨，我喺午夜空街飛車，20分鐘衝到醫院。兩個差人已經等緊，一個係我老相識李警官。我即刻問：小國喺邊？佢點啊？我可唔可以見佢？我緊張到冇晒禮貌。李警官未答，一個醫生行出嚟，話：你而家唔得入去。我心一沉，乜佢？醫生搖頭，仲未脫離危險期。佢傷得好怪，似俾人放喺打樁機度用力壓過，內臟、骨頭全部損傷，有內出血。我聽到呢句就知，小國唔係俾打樁機壓，係俾中國武術絕頂高手打到內傷。雖然小國跟過我練幾日拳，但遇上真正高手，冇即刻死已經係奇蹟。我問佢會唔會冇事？醫生猶豫咗陣，好難講。如果到朝早情況冇惡化，就算是過咗危險期。李警官即刻話，警方要問佢口供，因為仲有一宗兇殺案。兇殺案？醫生話，至少1個月之內，你哋問唔到。1個月後，佢會唔會因為腦震盪失憶，都未可知。根據醫學記錄，咁重傷救犯，變白痴有4成，失憶有5成6。講完攤手，我同李警官一齊問，點解？我同李警官行出嚟，坐上警車，各自點支煙，靜咗好一陣，佢先開口：郭則清係你公司員工？係。平時為人點？好醒目，有前途，有時有少少童心，但係好青年。李警官苦笑：童心？真係好準，你睇，佢昏迷前死死攞住嘅就係呢個。佢開公事包，拎一隻白色卡紙摺嘅猴子出嚟，10公分長，4公分寬，係小學生手工水平。我呆晒，呢個係乜意思？李警官聳肩，除咗佢自己，邊個知？我接過嚟翻來覆去，小國有童心，但唔會童心到玩紙猴子，裏面一定有秘密，但我暫時睇唔出。我問，喺邊搵到佢？郊外一條好偏僻嘅小徑，9點幾有街坊報警話聽到救命聲，但落緊雨，搵到11點先搵到佢同另一具屍體。另一具？邊個？唔識別到身份，全身衣物俾人脫晒，係個盲髀，60幾歲。但郭則清袋入面有佢張卡片，所以知係于庭文。呢隻紙猴子係佢手攞實嘅？係，攞到手指要用力撬開先拎到，
佢見我死命研究紙猴子，突然停低，喂，紙猴子有古怪。我將紙猴子交還俾佢，其實我已經發現啲指甲劃痕，係 Thompson 25。我用拇指用力一壓，痕跡即刻冇晒，因為我想自己查，唔想警方插手。冇咁多嘢，或者拆開嚟睇下。我同李警官道別，成晚抱住頭諗 Thompson 25係乜鬼，直到天光都冇頭緒。朝早打電話去醫院，謝天謝地，小國情況穩定，算係過咗危險期。我沖咗個凍水涼，靜坐20分鐘，有內功底。靜坐20分鐘頂8粒鐘角，精神即刻復活。之後坐喺書台前計劃今日做乜，諗咗一陣就出門，先去醫院睇小國，佢仲係包到似木乃伊，再同差人去嗰間學校，半個鐘就揾到昨日嗰個細路女。我同佢對話，昨日你帶嚟我辦公室嗰個盲比係你乜人？乜人？我根本唔識佢。咁你點解同佢一齊？佢係盲比，喺鬧市過馬路危險，我拉佢過馬路，佢話俾錢我帶佢上樓，反正我考完試得閒，就帶咗佢上嚟咯。我信佢，冇得住再問。中午頹到返屋企，心諗自己真係唔係偵探了，諗住揾幾個私家偵探朋友幫手。一入門，老蔡由阿爺個代已經喺我屋企做嘅老僕，拎封電報俾我，11點送到。電報從紐約拍嚟，我即刻覺得怪。我朋友多到連愛斯基摩人都識，但紐約真係諗唔起有邊個會拍電報俾我。拆開一睇，稱呼已經令我呆晒。親愛的班鳩蛋，我差啲步走，但喺電報快飛出手中嗰秒，突然記起班鳩蛋3個字係點來。我14歲嗰年夏天，喺鄉下搵班鳩蛋，俾條大蜈蚣爬面，腫晒臉返屋企，搽黑藥膏，之後成個童年都俾人叫班鳩蛋。我即刻有親切感，攤開電報，電文長到似封信，可見拍電報嘅人多有錢兼多唔使錢。你唔使諗都估唔到係我拍俾你，我係邊個？你猜下啦。猜唔到睇最後署名，我即刻知係女仔先咁得閒。最後署名長到爆，不懂事的小花貓，八音中的破壞者，珍珠輪的屠殺者，八哥兒的解剖者。我即刻大叫，老蔡！老蔡背行入嚟，我揚起電報笑到碌地。老蔡，你記唔記得係邊個拆晒阿爺個八音鐘，拔晒阿爸八哥兒條舌頭，將對珍珠輪名貴金魚全部用水果都劏晒。老蔡一拍大髀，紅紅，佢拍電報嚟做乜？唔通又要嚟？我老天！紅紅係我表妹，比我細8歲，爹地媽咪係留美博士，用最新潮教育法教佢，結果教出一個到而家老蔡聽到名字都驚嘅女魔頭。我笑到碌，老蔡，你快準備啦，佢今日下午4點到，叫我去接。我話冇時間，你去接佢啦。老蔡抱住頭，老天，紅紅又要嚟，救命！我忍笑，老蔡，紅紅而家大個女，你驚乜？老蔡苦笑，你，世上所有人都悔改，唯有紅紅，80歲都係咁。
我話冇符，佢嚟我哋都要理。老蔡無奈點頭。我食完飯又衝返公司，再播一次錄音。于庭文嗰句好，失望加恐懼，聽到我更加後悔當日冇問多句。但後悔冇用。我坐咗一陣，睇錶，時間啱啱係昨日于庭文嚟嘅鐘數。我突然諗，與其發呆，不如模擬小國昨日跟蹤路線，自己行一次試下。說做就做，我即刻棄車，用條腿行出市區，之後搭街車，到差唔多嗰度又落車步行。走到現場，依然一無所獲。荒草地已經俾人踩平，腳印只有一種深嘅，係于庭文昨日對軟底唐裝鞋，其餘腳印好淺，唔似有武功嘅人。我覺得怪，于庭文係內傷打死，兇手點解腳印咁淺？我背住手行來行去，突然喺一棵幼樹見到一枚組合釘，釘住一隻一模一樣嘅白卡紙猴子。我正想拎下來，突然全身汗毛倒豎，一種冇人第六感，有嘢由背後襲來。我即刻轉身，橫掌護胸，但轉晒身，眼前什麼都冇。我知唔係幻覺，正想開口擊對方現身，背後又起一陣極輕微嘅風。我未及再轉，背脊已經結結實實中咗一擊，衣服裂開，肌肉火辣。我向前浪，但唔站穩，反而順勢撲倒，翻身望後，依然冇人。我即刻明白小國點解傷咁重。如果呢一擊打喺佢身上，佢即刻分晒。我繼續趴喺地，仰住頭，避開背後偷襲。四周靜到死。我冷笑，怪唔得人講臥虎藏龍，閣下偷襲功夫真係一流。冇回應。我又講幾句激佢，依然冇聲。天黑晒，我小心翼翼企起身。我一企起身，後頸即刻又中一擊，差啲頸骨斷裂。我再次俯低，腦海電光火石間諗到應付方法，裝死。我呻吟幾聲，之後屏住呼吸，一動不動。靜咗至少半個鐘，先至聽到三下極輕嘅落地聲，三個好矮嘅黑影由不同方向躍落，似三個細路咁。佢哋一落地面就滑過嚟，其中一個嚓一聲甩出牆邊，捲住我雙腳，抖手將我整個人倒吊起來，往外一拋。嗰一刻我內心極度矛盾，我當然可以借勢反擊，但正面打我一定死晒，所以我決定繼續裝死。我只求落地唔好撞爆頭。砰一聲，我跌喺草地，扎手扎腳趴低。三個黑影又似鬼咁掠過嚟，又係一邊將我拋上半空。第二次落地，後腦撞樹根，差啲真瞓。第三次拋得更高更遠，落嚟時腰撞斷樹枝，痛到我差啲叫出聲。我額頭抖大汗珠滾落，心諗千祈唔好俾佢哋發現我仲出汗，否則就真係死定。